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ailey，我係今日為大家解讀嘅靈魂解讀師。今日嘅大眾占卜係你嘅內在小孩想對你講啲乜嘢呢？台面有3張牌，已經為大家抽出咗。請大家而家慢慢眯埋眼，做3次深呼吸。然後擘大眼，揀一張，呢一個就係宇宙畀你嘅一個訊息。好，我畀少少時間大家去選擇。好啦，我相信大家已經揀好咗啦。咁我哋逐張解啦。咁我哋由呢邊先。抽到第一張 A 牌嘅朋友係靈魂家族，呼叫你嘅部族，你唔需要獨自去做呢一張牌。宇宙想同你講啲咩呢？你嘅內在小孩想同你講：我好攰啊！我唔想再一個人孭起晒所有嘅事情。呢張牌，你哋有冇覺得？我覺得揀第一張牌嘅朋友仔，好多時候都係習慣咗照顧別人嘅人。有冇可能係你細個嘅開始？你爹哋媽咪好忙碌，你嘅情緒冇人接住，所以個海豚係咁周圍跳，有委屈要自己去消化，有眼淚要自己去抹走，於是你形成咗一個信念，我只能夠靠我自己。如果呢一啲信念喺你長大之後，有可能你會有呢一種回應：唉，我都係唔好麻煩人哋啦。或者你永遠都係照顧人哋嘅角色，覺得求助等於軟弱。我想諗，宇宙係想提醒你，會唔會係有時候你一直都覺得冇人支持我？但其實唔係㗎，你見唔見到有同你同一樣嘅，好似一塊鏡咁樣 shadow 咁樣？呢一個係你從來都冇允許過別人去靠近你，因為你太習慣自己一個撐住。我好想邀請你，或者宇宙都想邀請你，試下一次開口求人幫助，試下去接受，因為真正嘅療癒唔係自己撐到成功，而係學識咗連結。好，咁我哋而家解完第一張，我哋解第二張。第二組嘅朋友抽到第二張嘅朋友係咩嚟嘅呢？同大家公佈一下。哇，好靚啊！呢張卡，呢張卡叫做星辰之母。哇，你如何像母親般
撫育自己？呢張卡牌，你嘅內在小孩好似想同你講，你需要嘅唔係更加多嘅努力，而係更加多嘅愛。我見到呢一張牌，畀我感覺上會唔會係呢一張牌抽到嘅朋友，你由細到大呢，得到嘅愛全部都係有條件、有附帶嘅條件。譬如我要聽話，我先至會畀人鍾意；我要考試第一名，我先至會畀人稱讚；我要懂事，我先至會被接納。於是你會唔會大個咗之後呢，你又會開始相信呢一個信念，我要夠好先至值得被愛。咁呢啲信念令到你長大之後會可能有啲機會，你自己會唔覺意好容易會自責啦，或者你對自己要求好 harsh 啊，好高啊，又成日覺得自己永遠都做得唔夠好，唔夠人哋好，或者你達到咗嗰個目標之後，你仍然都係唔開心，追極都追，永無止境咁樣去追求呢種快樂，一直都向外尋求認可。今日呢，我諗抽到呢張卡牌嘅朋友，宇宙可能有啲嘢想你明白。如果有一日，你可能做人父母啊，你最愛嘅仔女跌親，或者佢打爛嘢，你會唔會鬧佢啊？唔會㗎嘛，咁點解你成日都怪責你自己啊？宇宙都送咗一個指引，想大家去練習一下，問下覺察一下自己，我今日嘅我需要啲乜嘢？好靚呢張牌，見唔見到聖母一路擁抱自己？而唔係今日嘅我仲可以做啲乜嘢？因為我覺得有可能宇宙想你療癒嘅唔係不停咁樣去努力，不斷咁樣去努力，而係你要學識開始照顧自己，所有嘅感受。係啦，祝福大家。第二張牌嘅朋友仔，好，最後一張，第三張係地球守護者，好靚呢張牌，其實張張都好靚。你並不孤單，古老的祖先就在你身旁。見到一個成熟穩重嘅天使，女天使。呢個有冇可能係地球母親？仲有啲動物，仲有隻翼。呢個顏色好靚，呢一個綠色森林。有冇可能係其實你嘅內在小孩好想同你講，你以為你自己好孤單？呢個女仔睇落去，佢個樣開唔開心呢？你哋覺得呢？但係其實你見到上面有呢一個天使，其實你係一直都被守護住。
有個女仔喺度拜 Grace 喺度祈禱。呢張牌俾我感覺上呢個第三張牌嘅朋友仔，可能你哋嘅人生經歷咗唔少嘅低谷挫折，甚至乎你曾經有可能咧，你會有一段時間會覺得呢個世界冇人明白我，都冇人支持我，冇人企喺我呢一邊。咁你呢一個信念就會有機會喺你大個之後，你會好容易冇安全感啦，你亦都會好驚失去一啲嘢，更加驚俾人遺棄，或者被拒絕，仲好難相信人添。但係呢一副牌係好色彩繽紛，有好多好似一個紀錄片咁樣發出嚟喎。其實會唔會係宇宙想話俾你聽？你試下回溯你嘅人生，回顧你嘅人生，其實好多時候係一啲關鍵嘅時刻，都會有人出現幫助你。有可能係一啲好有智慧嘅朋友啦，或者你嘅一位啟蒙老師，又或者係一本書，甚至乎一句説話。你覺得好多嘢好巧合，但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宇宙嘅一個力量去引領你、引導你去到你嘅身邊，或者你祖先。咁宇宙其實想畀一個指引你呢，係可能會唔會係希望你呢停止將個注意力放喺今日有邊個離開我啊，即係唔好再向外索取，向內求，莫向外求，而係開始去看見，去覺察，去感恩邊一個一直陪住你，將啲焦點放喺愛，放喺一啲頻率高嘅事情，你會發現你嘅人生會開始改變。你專注啲乜嘢，你就會顯化啲乜嘢，顯化啲乜嘢。同埋呢一副牌真係，呢一張牌卡嘅朋友仔真係恭喜你，你有咁大嘅福報，可以令到你人生可以蛻變，係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好，我今日嘅解讀有啲長，希望大家畀啲時間睇下，感恩。